我咧叫做歐陽炳志，就入行咧就大約係97年左右咯，即係跟我爸爸學，跟住做下啲送貨嗰時開始嘅。跟住10幾年前咧就我爸爸就退休啦，我就接手咯。接手咗紙紮鋪之後，志師傅因為本身就讀設計出身，忽發奇想，如果用紙紮去做一啲現代嘅嘢，會係點樣？所以就開始咗新派紙紮品嘅創作之路啦。嗰個年代好興滑板車噶嘛，同埋佢冇氈噶嘛，係自己思考、自己創作嘅咋。你譬如想整邊樣嘢嘅，你咪自己諗下先咯。可唔可以用啲竹嚟紮嗰個骨架嗰個立體出嚟先咯？開始咗紙紮創作之路後，志師傅咧開始出現喺傳媒嘅報導上面，亦都自此佢就越整越多新奇有趣嘅紙紮品。嗰時係阿家強通過一間道壇啲師傅，跟住出嚟叫我做咯，即係佢指明嗰個鐵卡盤啊嘛。跟住同埋一路都有呢啲咁樣訂做咗之後嘅，好有印象啊！機關 AK47機關槍咯，嗰個先人就話要即係生前已經講明㗎啦，我過咗身之後咧就要燒一把 AK47俾我落去自衛嘅。白冰球係有個客人病嚟擺燈罩嗰陣時攞嚟做，之後又再整咗其他咧，整咗一粒嗰啲LEGO 嗰啲積木啊，佢整到咁大嚿啊，佢又攞嚟擺嘅咯。因為你紙紮品唔一定係陰森恐怖噶嘛，所以成日啲人話好忌諱啲紙紮嘢，其實你可以用最傳統嘅方法嚟做一啲特別嘅嘢㗎。例如你整麵啊，整裝飾品都可以㗎。正正係呢一份嘅想法，令到志師傅嘅紙紮品除咗係祭祀用品，仲係可以擺展覽嘅藝術品添。做過2次個人展覽，絕用竹嚟表達自己嘅情感咯。第一次就喺大南街嗰啲畫廊嘅，第二次就係即係早幾個月前就係藝術會咯。你又會唔會好忌諱紙紮品呢？不妨留言講下你嘅意見呢。